桃园的石门水库对去年10月中有满了后，水位就一直咧降，尤其是即马雨水较少，加上早人潮用水个凶，目前水位敢若剩一半左右。也那水利署是表示，会继续来检讨用水调度，目前供水是正常，免受过头烦恼。春雨还未来，石门水库调水率52.2%，剩一半。每年11月到过年4月是大水期，加上2月北部影响农民以及调度种产需求，用水量大。北区水资源分署成立应变小组，加强监控甲用水调度，优先向鼻塘甲河川水源省水强管，也有逐工为翡翠水库调度差不多75万吨的水源等等。农民比较关心的农业供灌的部分，目前也都全量在做供灌，每天供水量有达到130到140万吨，那供水目前都是属于正常。石门水库容量差不多是2亿立方公尺，桃园市一年用水包含民生工业甲农业差不多9亿立方公尺，差不多是4号的水库容量。一般是伫水情测定时阵才成立抗旱应变小组，因应气候无正常加做常态，市府也提早伫水情拿定成立，提前完成各项抗旱的准备作业。因应目前的气候变迁，本市在水情状态正常的蓝灯之下，成立了抗旱应变小组，将随时的监看水情，来因应未来的可能性。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表示，石门水库多是大水期，落雨少，加上一级调度的农业强灌用水量大，水位会继续下降。不过目前供水正常，而且气象署预测3月会有落雨，3、4月有明显的雨势。石门水库水位有希望维持稳定，或者是回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